佢係好 alive 嘅，對於我，可能睇電影佢會識喐，但係文字係唔識喐嘅。但係佢喺個腦裏邊喺度跳動嘅時候，好似魔法。童年嗰陣時咧，我一本影響好深嘅書就係《哈利波特》。咁我都係其中一個被呢個筆下嘅魔法世界着迷嘅一個小朋友嚟嘅。咁雖然佢係一本所謂叫做兒童文學、少年文學咁樣，咁但係作者佢講故事嘅方法，嗰啲筆觸技巧，對於我嚟講係好 inspiring 嘅。尤其是我而家可能從事演員啦，或者有啲創作，好多時我發覺我連喺可能喺 IG 出個 post 數據嘅方法，或者嗰個成個結構嘅鋪陳，都係有被呢本書所影響嘅。以前讀大學嘅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都睇好多張愛玲嘅小説嘅，同埋啲散文。咁佢啲散文同埋中篇小説先係佢嗰個寶藏所在啊嘛。女性嘅筆觸咁我都好喜歡嘅嚇。當然啦，即係去我讀書嘅時候，人哋個圖書館當然係英文書係99.9% 㗎啦。咁我都會去睇下，所以我中英我都會睇嘅。只不過係可能細個嘅時候睇中文書比較多，因為其實中譯版佢都可以譯得非常之出色。我睇翻譯我一樣睇得津津有味嘅，甚至係比較下兩本睇佢譯成點添。因為我而家嘅工作即係除咗做演員啦，咁我都要創作，咁我同時咧亦都會由英文音樂劇本翻譯成中文嘅音樂劇本，我做嘅係粵語啦。音樂劇劇本咧，佢有趣嘅係佢除咗文字即係台詞以外，佢仲有歌詞。所以其實細個培養嘅閱讀習慣或者對文字嘅好奇，其實係我而家嘅工作裏邊都係好有受益嘅。其實我好中意一套音樂劇叫做《Next to Normal》，佢係講一個美國郊區一個家庭嘅故事嚟嘅。咁就係一家四口啦，阿爸阿媽、阿仔阿女咁樣，但係個阿媽咧係有躁鬱症同埋精神分裂嘅，咁然後佢有改善啦，於是佢就翻咗屋企同大家一齊生活，咁但係佢個病逐漸有復發，咁然後裏邊又有啲家庭嘅秘密啊等等呢啲嘢，因為佢講嘅一啲精神問題啊呢啲嘢咧，其實係我哋而家喺個社會上面係好迫切需要關注嘅一個議題嚟嘅。我自己都係有將佢譯咗做粵語版，2年前有上演過嘅，係啦。咁當然一個小規模嘅公演，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日後再有機會再去做啦。近期都有睇一個法國劇作家嘅話劇叫做《兒子》，睇完個劇之後我係大表震撼嘅，咁我都好想去揾翻佢原著嚟睇佢裏邊講嘅嘢。其實唔淨止係遠在法國嘅一個兒子同父親會面對嘅嘢，可能佢係我哋每一個人生活裏邊，我哋身邊嘅人，甚至係自己都會面對嘅一啲生命上面嘅一啲兩難。咁我覺得呢種透過閱讀可以知道你足不出戶，可以知道你世界上面另外一個地方嘅一啲人佢哋嘅思想嘅方法，對於我嚟講係好 amazing 嘅。我睇過好中意嘅書就係《追風箏的孩子》，咁就係一本美裔阿富汗作家寫嘅一本作品。咁當時係即係好轟動嘅，講咗一個關於阿富汗時期一個有錢家族嘅少爺同埋佢屋企一個跟出跟入嘅僕人嘅一個友情、背叛同埋贖罪嘅故事。對於我嚟講，嗰個古仔係非常之動人。佢係穿越咗文化、穿越咗語言、穿越咗種族，討論緊一啲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個世上面都會遇到嘅一啲人生中嘅一啲困難。我哋而家喺亞洲嘅呢一個部分，可能阿富汗對我哋大部分人嚟講都係一個相對地陌生、模糊或者片面嘅一個國度。咁但係 through 呢一個作者嘅筆，佢帶咗我哋翻去一個仲未被戰火蹂躪，仲係非常之繁華蓬勃嘅一個阿富汗。咁我睇嗰本書嘅時候，我記得我嗰陣時已經翻緊工啦，嗰陣仲未做演員㗎。lunch break 嘅時候，我就喺餐廳嗰度，不如睇埋嗰少少啦咁。跟住中午嚟㗎，結果一睇一路自己喺度不停喺度喊。我自問咧，我淚點係比較高嘅人嚟嘅，但係我都估唔到係單憑文字已經可以令我觸動到我流眼淚。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震撼嘅感受嚟嘅。渺小一生，咁呢個我就睇英文原版嘅《追風箏的孩子》，我係睇中文版嘅。
咁佢就同樣都係講喺紐約4個男孩子一齊生活嘅一個好長嘅故事，都係我同我啲口味啦有關啦。同樣地都係講一啲背負住嘅一啲過去啦，4個男性朋友之間嘅一啲糾結，幾十年嘅漫長嘅生活。作者好詳細、好詳盡咁樣去描述佢哋幾個之間嘅一啲瓜葛，一啲愛同恨。佢可以從一個好簡單嘅角度，然後去睇到一啲我哋平常人未必會關注嘅一啲angle， 仔細去描述角色佢嗰個心路嘅變化，細緻到可能佢純粹係打開個雪櫃攞咗個蘋果出嚟，閂翻個雪櫃。佢形容得已經係好表達到嗰個角色佢個本身嘅個性，同埋佢體現出嚟嘅性格。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呢個咁優秀嘅寫作喺日後嘅包括演員或者係其他喺創作上面都係好值得學習嘅。我睇嘅時候都係除咗個情節之外，我更加鍾意睇作家點樣用字遣詞，點樣去講一件好平凡嘅事，但係用一件好靚嘅説話去將佢變成一個非常之生動。對於我嚟講，佢印喺一張紙上邊，但係佢係好 alive 嘅。對於我，可能睇電影佢會識喐，但係文字係唔識喐嘅，但係佢喺個腦裏邊喺度跳動嘅時候，好似魔法咁樣。